家舞蹈团中有个洋娃娃，总是特别醒目。我知道它叫蓝山，我觉得它很传统，就是我比较喜欢它。汉娜来自南非，因为父母到台湾教英文，1岁就定居苗栗客家庄，也学会说客家话。会讲客家话？会。来学舞蹈学什么？会根子。从汉娜身上看到，多接触、多熟练，自然就会融入。山上舞蹈团的艺术总监傅玉琴想吸引观众贴近客家，因此在编排舞马时，特别喜欢表现客家常民生活。他们要这样卷袖子啊，然后踩弦在最重要的还要什么？撒一下盐巴。这小朋友按boy跳得懂吼，我说跳得很好，因为我们练习很久，对不对？国庆日也要表演。是。桐花五月雪之美，雪花飘影，曾经在福建连城客家民俗文化节演出。在台湾，桐花是客家美丽的印记，让大陆客家乡亲感到新奇。但当时语言格格不入，在傅玉琴内心产生很大的冲击。我去连城县，他以为我们在跳闽南歌。我们的语言虽然统称客家话，但是是不相通的。他也不知道我们说的是客家话。因为那次交流，傅玉琴惊觉对客家文化和语言认识不够，又回校园进修。舞蹈传达了意象，需要更多文化精髓来支撑。客家是这么的博大，这么的精深。它有这么多的东西是，应该要被珍惜跟保存。创作客家舞马，让孩子有机会认识自己的传统，在舞台上为客家多留一些印记，这是傅玉琴还将继续努力做的事。跳到懂后，捱到練懂叫；跳到懂後，捱到練懂叫。